Yo，大家好嘛，又係我啊！依家嚟到呢個北海道，身處喺呢個函館湯之川溫泉海魚燈嘅一間溫泉酒店入邊。今日又係一次嘅長途跋涉，啱啱早排就去完呢個東北青森嘅弘前睇櫻花啦，依家啫就一路向北啊，嚟到未踏足過嘅北海道。咁咧，首先就今朝一早咧，又係香港飛呢個札幌啦。又再啱先咧喺札幌度飛過嚟函館嘅，都真係一波三折。首先第一程喺香港過嚟札幌已經延遲咗1個鐘啦，點知禍不單行，嚟到呢個札幌新千歲之後咧，要搭過嚟嘅呢程國內線內陸機咧，係差不多又係遲咗個幾鐘，前前後後啊，嘥鬼咗2個幾鐘喺 delay 上面。delay 老母好冇？咁樣都唔係辦法。咁依家我就身處喺呢個酒店房入邊啊，一個雙人房，空間都尚算闊落，又有一個梳妝台咁啦，雪櫃呢啲基本配置。唔好意思，地方有啲亂啊，啱啱到埗。我就啱啱喺樓上浸完溫泉落嚟，都係其中一個入住呢間溫泉酒店嘅目的之一啦，因為呢度呢個無邊際嘅溫泉都係幾出名，露天風呂。啱啱就浸咗一輪落嚟咧，感覺到唔錯。諗住聽朝一早啊離開之前再去浸多次，然後再喺湯之川呢度附近遊一遊咧，先至翻去市中心。第二朝一早浸完溫泉，我就落咗去食自助早餐。係喺酒店2樓嘅月洲，入面嘅品類都相當之豐富，西日式嘅輕食都有，有刺身、薄餅、酥皮、麵包、肉串，就連 Egg Benedict 都有，質素都唔錯。而中意咖啡嘅朋友，呢度都有提供函館老字號嘅美齡咖啡。我悠閒地享用完我嘅早膳，食埋個 DIY 嘅娛樂巴菲，就準備起行去下一站啦。行一輪啊，已經9點幾啦。我點解會嚟函館湯之川呢度呢？主因當然係為咗浸溫泉啦。其二呢，就係正正喺嗰間溫泉酒店嘅5分鐘路程之內，就有個幾有趣嘅景點。啱啱開門嘅函館市熱帶動物園，唔係動物園，植物園。但係睇啲咩嘅呢？就並不是睇植物。呢度上面都睇到啦。Monkey 啊，冇錯，今日係嚟睇馬騮嘅。你想嘅話咧，都可以喺入口處度俾100 yen嚟買啲糧嚟餵佢哋嘅，就唔好餵你自己帶嚟嘅嘢食啦，都係嗰啲啦。一個小小嘅遊樂園咁咯，同埋重點係咧係有浸咁溫泉嘅馬騮啊，就拍啲片俾大家睇。好，大概就睇完呢個溫泉馬騮啦。始終都係圈養，唔係自然嘅嗰個感覺差啲，但係叫做掛癮咁咯。依家咧就嚟到呢個湯倉神社啦，就相傳呢個神社係出名祈求呢個健康，咁我都過嚟拜一拜神啦。幫屋企人祈一祈福，祈福黨。離開呢個湯倉神社，去附近一間好似話賣茶幾出名嘅鋪頭，就喺神社隔離嘅。遠山園啊，呢度見唔見到啊？買翻啲手信啊，孝敬下阿公。阿公中意飲茶。
Many minutes later. 出發啦！呢個尷尬氣氛，佢係兩個比較有少少年紀嘅婆婆喺度看鋪，就好好地請我飲咗一小杯嘅綠茶，咁我就順手買呢、個玉鳳啊，好似唔錯，作為我嘅手信送俾我阿公，希望佢啱飲。我啱啱就食完我身後嘅呢間函館拉麵一文字麵屋啊，好似話得係湯之村呢頭比較出名嘅一間鋪頭咁啦。嗌咗款貴少少，好似2800 yen 到嘅一個雜錦拉麵咁樣，係勁多料，有蝦又有蛋又有紫菜又有叉燒又有番辣貝咁樣嚇。食呢個拉麵食出一個車仔麵嘅感覺，第一次。嗰、個雜錦麵係配一個鹽味嘅湯啦，亦都係佢呢邊嘅招牌啦。咁飲落都幾清甜嘅，又唔會死鹹咁樣，有啲鮮味，umami咁樣。但係如果唔係坐卡位嘅話，啲位都幾窄，咁就舒適度就可能一般啲啦。真係都係想你食完就走。學食神話齋，張台有咁窄得咁窄，張凳有咁逼得咁逼，米等又坐得咁舒服，食完下一聲好走。咁如無意外就翻去海魚燈度攞行李翻去市中心。走。唔得啦，搞唔掂，老啦真係。而家只係過咗大半日，已經覺得好攰。翻到嚟五稜郭呢邊啦，今次喺函館市中心住嘅間酒店咧，都喺五稜郭隔離，行過去都唔使5分鐘，都幾方便。可惜就係啲櫻花已經落橋晒。雖然話嚟之前已經降低個期望，仲特登去咗弘前一轉，但係都係有少少唔開心。始終希望山長水遠嚟到可以得到更加多嘅收穫噶嘛。咁依家冇辦法啦，就可能喺房度歇下啦，然後過多陣去食個 early dinner 先，再翻過去五稜郭塔上面去睇呢個五稜郭公園，就咁決定。機緣巧合地咧，我發現就喺我住嘅嗰間酒店附近咧，已經有一間叫做比較出名嘅羊肉燒烤，叫旭川成吉思汗大客屋。我睇翻佢門口介紹咧，話呢間鋪係佢哋成個連鎖嘅第2間分店啦。好似就係話，因為佢老闆係函館人，所以就將呢個燒烤帶翻嚟佢嘅家鄉咁樣。好似佢會幫我試。呢個係呢個美女士燒俾我嘅羊唔知乜，試下先。因為佢呢度嘅羊出名就係出名在於係冇臊味。係真係冇臊味，有呢條肉。嗰個羊肉丸子，呢個香草葉嘅，又有一個係4款羊嘅啫。為咗解下另外有嗌嗰個沙律㗎，但係睇落有啲洋葱醬，唔係好驚。Anyway， 用嚟平衡下呢個飲食。綜合嚟講，我覺得個羊柳唔同。肉質最嫩，其他啲質地就一般般，冇話特別驚豔，係唔夠新鮮。你可以用嗰隻羊係特別唔同，北海道啲羊特別純正嘅嗰陣味，唔似北海嘅味道。北海道。今日目前為止已經食咗呢個羊肩、羊腿、羊西蘭、羊柳啊，想食翻個全羊宴就連個甜品都係好似話羊奶做嘅布甸。有啲熟悉得嚟又陌生嘅感覺，唔知係咪因為上次喺台灣飲嗰個羊奶嗰個後勁太強，但呢個又冇嗰種臊味，即係同啱啱食羊肉差唔多，都係咯，好似認識咗一種全新嘅食材咁樣。唔錯。食完嘢之後呢，智障嘅我以為上嚟五稜郭塔會有夜景睇，殊不知等到夜晚7點閂門，天都係仲未黑齊嘅。然後佢所謂嘅夜間點燈咁 L 大個公園，都只係會着下邊啲邊邊位，
我都真係無語問蒼天。不過，如果閣下對函館以至五稜郭嘅歷史有興趣嘅，都可以上嚟了解了解。有碗話碗個展望台喺日頭仲光嘅時候係幾靚嘅，都可以嚟順道欣賞下夕陽西下嘅。咁舟車勞頓嘅呢一集就喺呢度作結啦，拜。